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12月7日的暗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过来30天无本土境外有11例，今嘛发现 AZ 套男子高端的抗体比2人的 AZ 更较济。指挥中心也考虑要甲高端的入去套男子的选择内底。公投剩2礼拜，今仔日国民党是去大北文山，民进党是到高雄旗山，那就是南北行透透咧宣传公投。中华鹿港有一对母仔囝，互后籍领地，佮互关伫厝内超过2冬。富人人透过网络求助，即马总算抢到保护令。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台铁又搁突锤啊！即个是下晡2点半的时阵，554号的即个技工号驶入去台南的火车头了后，火车母竟然叛去，害列车慢分超过84分钟。这座车帮也赶紧要求协助。行袂赴的旅客也只好换车，台铁也对新左营派车来甲故障的技工号拖转去修理，大约有150个人受到影响。过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即摆已经连续30天无本土的病例，不过带病入境有11例，其中有9例拢是做过疫苗有传染病案例。也若讲到林口中基病院，之前有做 AZ 套男子高端的试验，研究是显示讲。做完 AZ 佮做高端，伊的中和抗体是比2档拢做 AZ 的人佮较侪。指挥中心也讲会讨论看卖啊，敢要甲即个高端也列入去套男子的一个选择。国内本土疫情继续加零，连续30天零确诊，也无新增加死亡的个案。不过国外疫情真严重，测试的境外移入有51例，分别来自美国、新加坡、越南这5国，其中有9例是突破性的感染。那这11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有5例是男性，6例是女性，那年龄介于未满5岁到50岁之间。那分别来自2例来自美国，2例来自越南，5例来自印尼，其他来自新加坡跟柬埔寨。为了提升第2剂疫苗注射率，指挥中心宣布第17轮疫苗会在7日开放分流有药，提高注射包含注射 BNT1、2剂加 AZ 做无同的品牌。另外，若靠中基病院对9月进行做无同品牌试验研究，找100位受试者分做 AZ 加高端、AZ 加 AZ， 初步显示 AZ 加高端的中和抗体浓度赢 AZ 加 AZ 2.8倍，两剂疫苗隔时间也影响中和抗体效果。那它的打出来的抗体会比原来的 AZ 好，而且安全性也高，那不过在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就是尽量把那个间隔可以缩短在1个月到6个礼拜，那因为你太久的话，可能会让抗体的产生就是比较没有这么理想。这项研究显示 ，AZ 加高端组副作用较低，出现发烧的症状无到1%，但志英认为 AZ 加高端的策略可行，尽量在隔4礼拜到6礼拜来做。对此，指挥中心讲会有 ACIP 讨论是毋是加高端纳入第2剂南美组的选项。记者综合报道。2礼拜后就要举行公民投票，拿着2党拢南北拼场来选港。针对300种的议题，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批评副总统赖清德根本就是300种的摇头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宣传讲，这个300种的公投若通过，台湾会无法度加入 CPTPP。另外，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强调，公投是选票革命。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批评国民党直乱害死众人，是愈来愈无款。台顶大型的云雾，大卡是4个拢是民众。民进党立委区议员选伫高雄旗山的龙野区主办公投说明会，请来行政院团队，搁再宣讲公投爱投4个不同意。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请乡亲来了解，万一内底的公投过关，台湾真难在国际上最胜利，赚更加多钱。互国民党通过，无法度加入 CPTPP 的，所以即摆有一个问题，甲美国万一这个公投案过。无法度做较侪生意，赚较侪钱。另外，这边国民党也叮当起来，前后林美党主席到店在台北的文山区花博市场到店呼吁4个同意。对着副总统赖清德进前讲，内这无比海头湾较多这言论，党主席朱立伦批评赖副总统论做摇头，更加强调若无党哪会开放过来使用嘞。曾几何时，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怎么变成来记的要头呢？那不就开放就好了吗？你就大声的告诉大家，所有的台湾的农民，通通都可以用来记，台湾以后通通都吃来猪。
公投过2礼拜要投票啊，国民党甲民进党一北一南拼选港。在野党认为4大公投案是对这个阿爸的政府进行选票革命。行政院长苏贞昌反控这是伫乱，万一条薪水无成，国民党嘛要来负责。他不是在政策说明，他是在抹黑人民啊！其实公投也是另外一种选票革命啊！遇到这种专制阿爸独裁的政府，大家都想革命嘛，是不是？后人无步，剩一人用乱的啦。国民党拢安尼乱，大家等于算好势哦。国民党哦，全乱哦，害死正人。咱这看这国民党实在是愈来愈无款。行政院长苏贞昌补充，核数开3000亿，无法度发电，公投北大选开票到半暝，呼吁民众投下无同意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强调，重新启动核数才有电来拼经济，公投北大选省时省钱，爱支持者投下同意票。记者自综合报道。因若讲到核试停放的公投，支持停放的黄士修也批评讲，政府讲核试无安全，根本拢是无影。不过，反对核试的在地居民也按算对核试厂一路行去总统府，来表达因30天来反对核试的心声。早起10点外，反核试民众甲在地居民聚集伫咧核试厂对面发口号，希望全民听到因的心声。阮在地人足清楚的，内底机器是非常的烂，伫试运转的时阵吼，发生足侪火烧，所以这个只要是若发生开始插落的时阵，就是咱台湾灾难的开始。就住伫咧核试紧急疏散范围内，81岁阿嬷表示，阵若发生核灾，原联会发互因的核灾避难包，因是会当派咧行外远咧。我的活动我会惊死哦，我老我家己住伫厝的呢。省县在地民众反核试的21位民众代表核试紧急疏散范围，双溪、孔甲寮、宜兰、高雄21个里，因伫咧记者会后开始行，要行70公里，甲居民的心声炸到凯达格兰大道。黄师兄，加油！黄师兄。另外一边，伫咧新北永和国父纪念馆同意核试中胖的公投领衔人黄士修宣传演讲，强调核试爱中胖，才通减少土炭，改善空气污染。以后如果公投不通过，我们就要面对缺电、涨价、空污的未来。针对核试机组无安全的讲法，黄士修批评这根本是无影无食的代志。这顶礼拜哦，迄蔡碧如委员啊，甲赖品妤委员啊，哦，这民进党啊，甲民众党的哦，因嘛是咧反核啊，啊，因去核试就看过一轮，结果呢，你讲啥物烂了了，这两个相对反核的立委呢，讲唯的问题就是咧管线密密麻麻，讲足奇怪啊，这啥物问题啊？大家咧工厂、电厂拢嘛是管线密密麻麻。公投倒大时间，支持甲反对的团体继续用行动宣传理念，就希望12月18有更较侪民众愿意出来投票，实践民主。记者阿明金、小桂林新北台北报道。又搁有罢免的投票案成立，这个是艋舺选区的立委林昌泽，伊1月初9就要投票啊。不过林昌泽照常做伊的工课，表示会做好准备来战。伊也希望讲，这款好参像咧报完数的罢免案，就到伊为止。透早照常出现参加电竞活动。立委林昌泽无受前一天中选会宣告罢免案成立影响，表示会继续努力工作，希望会当争取更较侪支持，也做好正面迎战的准备。呼吁报复性罢免就到艋舺为止。所以我会希望说，这个越多人支持，在这一次的这个罢免，能够大家都站出来，那让这一个1年多来的报复性罢免，也可以在中正万华之后就停止了。民进党也表示，特定人士为政治之路发起罢免，浪费社会资源。几啊位历任立委议员拢声援林昌泽。测试案，总统蔡英文出席纳台派开讲，呼吁反向投票。林昌泽也将出席，到时阵两个人讲台真受注意。蔡英文这样子挺他是小英男孩，你还说你装什么可怜，装什么弱势，然后还说国民党霸凌他，蓝军霸凌他，不要再装可爱了。罢免领衔人张小平是爱林昌泽唔通过假可怜，搁较指出蔡英文小天林昌泽都是小英男孩，也是无合格立委，呼吁和林昌泽落台，才会当互艋舺重新振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尊重民意，罢冲案进程唔是国民党运作，即马先全力拼公投。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那力也拢咧拼场，争取即个选民的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林静怡今仔日请副总统赖清德来助讲，佮讲真侪民众若亲像惊互人点油做记号，才毋敢公开支持伊。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恒是讲，家己的支持者提供免钱的炒米粉，就互约谈，这才是有影恐怖。趁着透早，民进党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参选人林静怡，就到乌日参加竞行，甲选民博感情。不过伊讲，这是昨仔摆票发现，真侪支持者疑似惊去互打标签，煞毋敢表态，这种隐形的恐怖当日摊开。如果说民众参加某一方的政治的活动，就会感到害怕或者是不放心，甚至会被人家打电话提醒，这是不正常的地方政治。我们1月9号来改变这个不正常的地方政治。不过国民党的参选人颜宽恒是成立大肚区奥运会，分配对手运用资源，举办几啊场的辅选活动，家己的支持者只是提供炒米粉，就放疲劳精神。有道小盟会地区支持者真惊吓，这才叫做劣势恐怖。很多还没办的。准备要办的都接到关切电话，已经办过的也接到关心电话。林静怡伫乌日区成立奥运会，副总统赖清德也到场相挺，因为顶期赖清德一段来这并不是多样言论，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副总统沦为摇头。赖清德也再度讲出迄当时的讲法。莱克多巴胺是属于临床上乙型受体素的一种，它并不是毒药。那也不是属于安非他命或者是摇头丸这一类的用药，因此奶牛不是毒牛，那朱主席也不必把莱猪称为毒猪了。颜宽恒是花莲全区批评民进党伫各地办公道宣讲，开是人民的钱，所对于提供炒米粉，就发动检警查获掠人，根本就是相同标准，搁较制造吓惊人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福林这2天举办风街路的赛车活动，不过所有赛车失控冲入去人阵内底，至少6个人受伤，其中1位阁是有心人。这代志是安怎发生的呢？警方也正在调查当中。外面看到这架白色的车，拄驶出去，车尾就冲白烟，规台阵安尼弄入去车人阵内底，现场定定乱吵吵，阁造成6个人弄受伤，其中1位阁是有心人。加在这台车拄发起来，车速无紧，才无致死伤严重的状况。咱也来看一件家庭暴力的事件。中华鹿港有1位福林人，伊带含情翁生的6岁后生去结婚，不过这个后招煞时常甲因苦毒，对因起骹动手，佮甲因关伫厝内超过2冬。后来福林人透过社群软体来求助，即马总算请到保护令。中华县的社会处也要来协助这对母仔囝。男子倒伫咧碰椅，对着查某囡仔黑白骂，随即出脚来攻击这个囡仔的头部。后摆叫妈妈就是站10个，哦，拄啊叫三声，到20个还袂站的，像我你孝困者，带到要站的。小男童唔敢闪开，跋倒了，佮紧地徛起来，煞是受到连续黑白斩。边仔母亲去到过程，透过社群软体向网友来求助。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申请保护令。因为我是等不到保护令，我在询问他可不可以在店里加速，要但是保护令赶快下来，保障我跟小孩的安全。受害往生妇人表示，2年之前带着甲情翁所生的囡仔，嫁予住伫中华鹿港的年轻男子。不过，这个男子毋若控制金钱，嘛还被妇人来做保，因此来排销。妇人长期受到家暴甲软禁，伫7月份报警申请保护令。也依照这个相关的程序那受理了家暴、伤害、妨碍自由、毁损物品并且在同日都完成了通报家暴。警方表示，7月底接到报案了后，随即以家暴违反儿保法来通报，嘛协助申请暂时保护令，嘛依上警方来侦办，两嘛提起公诉。中华县社会处表示，已经协助安置这对母子。妈妈将她过往在婚姻中受虐的影片跟照片，借由网络平台散播出去。那如果她对于现在的居住地点
有心生恐惧或担心报复，我们会重新再启动安置的作业。中华关社会处表示，夫人已经20月份来离婚，对着6岁囡仔嘛启动心理咨商，对着夫人嘛将会继续来关怀辅导，必要的时阵嘛会搁再另外安置，来保障两个人的人身安全。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 Omicron 已经拖起全世界40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是呼吁讲 ，Omicron 确实够胃病，不过众人唔通伤惊吓，做好准备就好。但是，伫南非的研究也发现讲，捌感染过武汉肺炎的人，伊个较高胃着 Omicron。尤其即马伫挪威遮有公司是办 party， 竟然就有超过50个人倒着 Omicron。根据各国通报，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攻破40个国家，显示这种变异病毒株的真悬的畏传能力。世卫组织专家初三证实 ，Omicron 变异株的畏传能力真惊人。不过，这阵情况已经甲1年前无共款，所以讲国际社会只要做好准备，无需要伤过惊吓。Not panic, because we're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today than w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We have tools, we know what to do, we know what works. And so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we had expected, that new variants would emerge. 南非的研究团队指出 ，Omicron 引发重复感染的情况来称悬，显示个闪避人类为着了后产生的免疫保护力，而且数字有重要的公卫意义，尤其北有高感染率的国家更加爱严防。世卫组织初三强调 ，Omicron 虽然有可能取代 Delta 真最主流的病毒，不过初步的资讯显示，为着 Omicron 的病人重症情况无多，也显示这阵的疫苗依然是有效。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y're not getting sick, and again we have to wait and see, but if they develop only mild illness, that means that the vaccines are still providing protection. 另外，挪威首都奥斯陆一间公司在1月26日在餐厅举办120人的耶诞宴会，传出已经50人为着 Omicron 病毒，而且全部做过2剂疫苗。挪威的卫生机构表示，这无疑是超级的传播事件，无排除感染者性悬到60人，也是更加多。真做南非以外上大 Omicron 感染的破口，也必须挪威宣布，即日起在公众场合必须爱挂喙安，并且伫厝的远距离办公1礼拜。入境的人无论是毋是有注射疫苗，拢必须有24小时内阴性检测的证明。同时，呼吁民众赶紧注射第3剂疫苗。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来看美国的密西根州，在1月3日发生校园的枪击案。15岁高中生医生，伊摕老爸爸的枪去学校后背弹，造成4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虽然医生已经被警察抓起来啊，不过即马检方所发现伊的爸母自头到尾拢有发现枪无去，煞急放放，随在因后生去犯案，这真是喊过。落尾这对爸母也是以过失杀人罪来起诉。互通缉了后，即马人也已经抓到啊。在1月3日发生在牛津高中的枪击案，15岁学生医生摕着老爸拄仔买的枪支到学校随机来扫射，造成4名学生来死亡，另外7个人受伤。医生互抓起了后，被控犯下1级的谋杀罪甲恐怖主义罪。检察官在初三以过失杀人罪也起诉医生的爸母詹姆斯甲珍妮佛。The charges are as follows: James Crumbly is charged with 4 counts of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Jennifer Crumbly is also charged with 4 counts of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检察官指出，医生的爸母在黑色礼拜5购物节带医生去商店来买枪，本来打算送予后生做耶诞节的礼物，等伊厝了后，甲枪放伫房间的摊内底，毋过无锁。枪案前一天，珍妮佛接到学校通知，讲医生用手机伫查弹药的相关信息。也毋过，伊若无回应学校，反倒当团改信互后生，表示讲伊无生气。也毋过，甲医生讲必须会晓卖互抓到。案发迄天早起，医生伫教室的桌仔乱画下迄青的画面，并且写一寡暴力的文字。翁仔某互通知到学校时阵，拢完全无讲到买枪做礼物要后生这件代志，也无问枪伫倒位，甚至无愿意互医生离开学校。医生因此会转去到教室，并且在迄天下晡射杀4个人。The notion that a parent could read those words and also know that their son had access to a deadly weapon that they gave him is unconscionable, and I think it's criminal.
检察官强调，医生伫开枪要杀人进前已经7月正长的时间，爸母应该也有发觉，其实忽视甚至让这个悲剧发生。伊身为一个老母、一个检察官、一个奥克兰郡的民众，感觉非常生气。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咱也来关心咱台海的情势。中国军机11月份直直扰乱咱台湾，到甲12月也无咧休一个，嘛是继续来乱。讲到这中国敢会用武力来侵略台湾咧？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是讲，若准中国要安尼武，定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伊也大硬警告中国，得爱好好啊思量，若无会造成恐怖的后果。Is China going to invade Taiwan? Well, I think that would be a potentially disastrous decision. 用灾难性决定来警告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路透社举办的虚拟全球会议上回应台海情势，伊也再度表示挺台立场。美国会履行承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批评中国想要改变现状，对台进行者事军事作为，若讲犯台将会带来可怕后果。I hope that China's leaders think very carefully about this and about not precipitating a crisis that would have, I think, terrible consequences for lots of people, and one that's in no one's interest, starting with China. Do you commit to sending in U.S. military forces? We've been very clear and consistently clear over many years that we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means to defend itself. 台海情势引起国际关切，几啊国发声明支持，唔以武力改变现状。也毋过，中国军机也是继续侵扰。根据统计，共军侵扰咱 ADIZ 有380外架次，2021到今已经超过880架次，超过去年2倍。11月，更加是全境日日侵扰。12月也无中断，几啊摆互记录到空军以广播官员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嘅气象资料。北部地区是14度到22度，中部地区是13度10度到24度，南部地区是13度到26度，东部地区是16度到23度。华岛地区是14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所以来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看新竹市一个剧团用好耍来结合教育，教囡仔的议题，也带时代做伙搬戏来找自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